岁爷呀，这就是杨太真，还不向前见驾吗？不用
见怀念你，特来规劝失欢人。高公爷。贵妃无耻，废则出宫，放归臣府，何家不干？高公爷，您看。国舅爷，娘娘放归私邸之后，她的光景如何呀？哎呀，现在御书楼上，遥望宫阙，垂泪呢。她垂泪啊？您就没点想法吗？高公爷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看您还是速到午门谢罪，见机行事吧。啊，我去午门谢罪，何罪之有啊？国舅爷，娘娘吃了梅妃的醋，这么点小事儿，值得万岁爷龙颜大怒，一休了之。照您这么一说，这里边还有我的不是？水大不能漫过山，您瞧这长安城里还搁得下你杨宰相吗？贵妃失宠，我绝不能够让这宰相国舅两头空啊！万岁呀！卑职是一心一意，两袖清风，三界开外，四大皆公，五官之子，六根清净娘娘，嫉妒梅妃，无知备责出宫，非但娘娘伤心，就是宫内上下人等无不暗自垂泪，就连万岁他怎么样？适才万岁朝罢，长吁短叹，还向奴婢打听娘娘返归的光景。我看万岁还是眷恋着娘娘您呐。一朝赤怒，备则赤骨，哪里还得念我这不明之人？娘娘，话不能这么说呀！当着宫里头这么些人的面儿，您到西阁去搜人见梅娘娘，还把梅娘娘写给万岁爷的情诗拿出来揭人家的隐私。这个错不要说万岁爷受不了，就是平头百姓恐怕也是难以忍受。俗话说，玉不见钱了，以奴婢相劝，您就别质疑了。趁着万岁爷已露出了悔意，找个台阶儿就下了吧。万岁亲口言道，故与你朝夕相伴，永结同心，只乎有一美妃勾连。
千万莫耍性子。万岁爷这么做，也是对杨宰相多有责怪。怎么讲？杨宰相做事过于高调，朝野怨声载道，已经引起万岁不满了。哎呀，这娘娘，我看万岁还是念着您的情儿的。这不，怕您被遣回家，起居不周，饮食不调，特遣奴婢给送公使御膳来了。万岁至此，亲身以后，倒叫臣妾自惭形秽。那就表表忠心吧。像我这一身之外，皆是圣上所赐，唯有这头亲事，受之父母。丫鬟有去金台进京过来。是。娘娘，要金台金简何用啊？像这头亲子，曾与万岁久真相亲，待我剪下一缕，赠与万岁，以表我谢罪忠诚。这恢复身上
外寡人重新建立，令我爱妃遭此迫切之苦。陛下多谢，妾妃理应随侍。还望早日负责，上下还顾。连累爱妃孤心尘埃。
所定裁。故与爱妃在长生殿前也曾明示，要恩重三生，一统一体。生生世世，共为夫妇。天长地久。爱妃若去，